当年元宵的期间，台南盐水的运河就有5回杂色的灯光艺术作品，呈现出月丁港的风貌。而且月丁港灯节也是青年创作者的实验场，伊用少年人的角度结合传统，让月丁港是愈来愈好看头。因暗7点半，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，做伙来看月丁港灯节背后的故事。是，咱做一条干线就好啊。台南盐水的月丁港。工作人员当咧准备灯节活动，因内底当咧无用刺激的是陈武林甲陈武定因2兄弟啊，因是这届活动的主办人之一，嘛是回乡的青年。因为对故乡的感情，因2兄弟啊转来遮推动这项在地大代志。读研究所转来到遮的时阵，你感觉讲啊，人拢无人啊，你就感觉做稀微的，啊，所以就想讲甲去国外做作品的遮的经验，敢是会当摕转来咱家己的故乡来遮来做。编号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然后用那个纸胶带就好。我其实读研究所的时阵，就是拢交做者老师出国嘛，然后去做做者艺术家，然后就想讲，其实可能啊台湾嘛会当往这个方式啊。他们不是表意。最近这几年，国际上真活跳的艺术团队参加月丁港的灯节已经10年啊。未来参加一直到做评选的评审。过程当中，因看到台湾新生代艺术创作的生命力，因提供的平台，或者新的想法会当伫遮实现。对30岁以下的艺术家还是设计师，希望提供一寡机会，给较少年的这创作者，当阮伫咧国外看到一寡经验，来带入来，啊，就是尽量去选一寡较有特别性的，啊，无论伊是做艺术。做设计、做建筑，拢会使来参与这个月丁港灯节。月丁港灯节起鼓，国内外艺术家光影的创作，互平常时啊真恬静的咸水，看就是真精彩。除了传统的蜂仔炮以外，则还有值得深入来体会艺术旅程。我们有一个梦想，让国外的人进来，让我们国内的不同城市的人进来看我们的灯节，来这个盐水小镇。水顶的光，水底的影，这场国内外艺术家光的创作，扩大咸水文化的视野，让传统甲创新叠加交叉，笑出无限的未来。记者洪条成、吴一修，台南咸水报道。